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分享平安。我即阵是伫泰国诶曼谷吼。老师，我即马伫台湾的台南。看咱做伙要来讲台语，用台语来讲圣经吼。咱今仔要讲的是啥物？台语有一句话讲爱拼才会赢，对无？有足侪歌拢咧讲这吼。爱拼才会赢吼，才会赢。吼，爱拼才赢吼。以前老师敢有想过即个问题吼？真正拼到最后，上敖的人，应该是讲上拼的人，伊真正有赢吗？我伫即几冬的台湾吼，看着拢无赢，拢输呢。拢输哦！观众朋友，你感觉会拼的人是毋是真正会赢咧？好，咱的第一名美华姐妹吼，已经来啊，真欢喜看到你吼。好，所以咱今仔要来看即个，继续看顶届吼。你来讲咱即个用哪去用食落啥物鱼的腹肚内面对无？来伊想讲。毋知影吼，毋知影来伫鱼的腹肚内面了后，伊敢有改变伊的小环吼。明辉嘛来啊吼，梅秋晚安，好，所以咱来看老师要甲咱讲的。咱知影吼，顶礼拜咱讲用那伊的故事吼。因为上帝要叫伊去东平一个所在叫尼尼微城去传上帝福音。但是呢，伊无往东边行，伊往西边行。西边是海嘛吼。所以因伫海上拄着一寡风影。伊知影讲伊是引起风影的人，所以所有人将伊牵去海里吼。咱伫这中间，咱有发现一件代志吼。伫即个尊敬所有的人，因所崇拜的神明吼，因的偶像拢无法度去平刷伊的风影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吼，因虽然有真侪的损失，但是呢，因却伫即个中间认捌上帝。这嘛是即个事件内面吼。虽然伊做了无法，上帝无法的代志，但是上帝却用即个方式，互一寡人甲伊原地拢无相关人来认捌上帝吼。这是头一件。第二件呢，约拿伊逃走的结果是哪？去是尾足大尾足无鱼吞在腹肚内面。吞在腹肚，我想讲，伫即个腹肚内面有3暝3工的祈祷，我想讲，伊应该即个中间非常的艰苦吼，念上。我就毋知啥物味拢伫咧中间生活3暝3日，吼。但是咧3暝3日了，上帝吩咐鱼，即尾大足大尾鱼啦，啥物鱼毋知影，就是非常大尾，有法度用那吞落，倒伊伫个腹肚内面吼。鱼就用那吐伫大地顶悬吼，伊就要救吼，伊无叫鱼吞鱼嘛无叫鱼消化去吼。但是上帝敢有起在即个违抗上帝命令的先知无？无吧吼，共款吼，伊无吼，共款上帝依然将即一项的使命交代约拿讲，你一定爱遵照上帝我所甲你讲的任务去行。你看伊有敢有安尼行无？有嘛吼？有吗？伊有行吗？伊应该是无想要行对吧？但伊无想要行，但是上帝绝对有伊的方式，伊去行即件代志啦吼。咱来看上帝作为啦吼。伫约拿书3章40安尼讲啦吼，约拿入城起身行一日的路，传讲佮讲40日吼，毋是40日吼，40日，才敢一个40日吼，因为要倒坏吼。即个城非常大啦吼，听讲即个城如果用人来行，爱行3日才行会完啦吼。但是呢，伊就安尼讲安尼吼。即个是讲即个城40工后要毁灭。但是呢，就是还佫一句啊，恁要毁灭咯，上帝要兴活恁，吼。你看吼，来咱看下骹吼，尼尼微人信上帝，就宣布禁食，对大到细，拢穿满衫。我想啦吼。
咱伫圣经有讲多济传教的一寡人的一寡事迹，讲一届偌济人因为安尼来信上帝，偌济人因为安尼信耶稣吼。但是你看吼，因拢用真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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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方式要互人去认捌上帝，但是上帝却用哪？讲一件代志尔，40日年城要受毁灭，就遮简单尔。伊就是讲一句话，你看吼，伊伫第50讲伫吼，安尼讲因着相信啦吼，因着甲伊禁食，为大到细拢穿满衫啦吼。伊意思讲就是因穿满衫，意思讲吼，我就是要悔改，我着彻底要来相信，或者是因的意思啦吼。你看吼，因真正彻底的悔改，想袂到，用那讲一句话尔，就有非常非常大的效果。你看吼，即摆传教士遮厉害。无哦吼，迄阵耶稣嘛是爱互5000个人食饱迄个神迹对无？食饱也要相信嘛，对嘛吼？遮未食饱吼，遮拢未食饱。讲一句话尔，伊就相信啊！我嘛是感觉足奇怪吼，这是足奇怪的代志。我所讲这是上帝的作为啦吼。我有去查一寡当时的时间的时阵伊的一寡背景吼。尼米城迄阵有拄伫用那要入去进前有拄着真大的瘟疫，有真侪的因做艰苦的代志，所以因用那伊去离尼米城有上帝进前的安排。嘛，伊所讲一句话了，因就相信啦吼，讲讲的这个人就是真正迄个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吼。是讲上帝有心有为因的心，互因听到这了，知影讲，即个真正就是咧讲上帝咧讲，无凊彩一个伫家顶安尼黑白话，为虾米人会相信吼？你看吼，伊伫海面。伫风影内面，叫人潜到海内面，因着相信讲，即个人相信的上帝是真的上帝，因所崇拜的，即个讲我上讲是假的，吼，这嘛是上帝作为哦，敢是？对哦，真诶吼，都神奇诶代志。来后来都看一件代志吼，上帝叫用哪去传讲即个伊要伊是真的上帝，如果因无悔改，因即个城就要受毁坏。袂算吼，但是开始吼，用那看着因拢悔改了，哈，心肠就真正无爽快，系使圣地啊，吼。是。来，咱来看用安那使圣地啦，吼。用那书4章10节讲吼，总是即个事用那真无欢喜，大受气受惊，因拢悔改，拢将为大到细拢穿满衫禁食。伊就无欢喜，伊安讲吼，就祈祷耶和华讲，耶和华，但求你，我伫本国的时，兼毋是安尼讲，所以我赶紧走去塔西，吼，伊就坐船要走嘛吼，实际上伊原来行搭但是伊无伊就坐船要走去西边嘛吼，因为我知你是有恩典的上帝，充满人民。无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佮体会所要讲落的在下，吼。来讲，耶和华，但求你赐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死比我较好。开始使圣地啊吼，伊上帝叫伊传福音哦，因遮个人，伊上好，遮人爱死哦，因遮个绝对毋相信诶，来。但是奇怪，因拢反悔来上帝要做啥物代志啊？原底想讲要看好戏，但是即马无好戏好看吼，开始使正地啊。对，伊会感觉讲我就知影，你就是会原谅伊。你看我对吧？哈，叫我去要来，嘿，叫我来，搁爱去互鱼，个鱼巴肚内面3工对无？倒里内面是讲上黏了。足生气诶，无欢喜，为虾米遐尼简单，因就会当得救安尼吼？是。所以老师讲，伊是一个虾米春天后母面。
即个春天好母面是台湾的一个俗语啦吼，就是讲吼，变来变去，毋通时啊好，毋通时啊歹，啊讲变就变啦吼。哦，是安这是尼。台湾的一个俗语，咱来看用咱迄阵的心情啊吼。嗯，四种五人咧讲吼，对安尼用那出声坐伫城的当时，当时当兵啦吼，是，伫遐为家己搭料啊，坐伫应黄下，爱要看即个城到底怎样，看即个城会叫上帝毁灭无啦吼，伊毋知影啦吼。伊咧想咱是，伊想讲好上会毁灭好，毁灭掉上好，因为即个说即个尼尼社人常常来求援吼。对啊，安尼上开对，一定要看好戏。就安尼讲吼，耶和华上帝备办一站闭门，互伊发声较悬，用哪最阴影压伊的头壳，互伊免艰苦。用哪因为即站闭门大欢喜，因为即个尼尼社的东边啦吼，是一个旷野，是一个种沙漠，所以吼，也是非常非常热的所在。未来伊沙漠阵风吹来时阵是打的吼，非常热，在即个看站闭门啦。所以就是，还用迄个一暝的大足管啊。一个大足人就是一暝的大工吼，会当即个用哪会当掠日头啦吼。总是过日天铺光天铺光是讲即个日头出来时阵啦吼，上帝备办一尾虫，食即阵闭门滴到孤单，哇！食了一工就食了去吼。对。日出来时吼，上帝备办炎热的东风，搁日头晒用哪个头壳，互伊昏去，晒啊昏去啦吼。阮讲着山吼种树啦吼，就伊家己求死讲，我死比活较好。先伊吼坐伫遐要看上帝的好戏嘛吼，看即个黎明城拄着啥物大代志咧，我非常热。有站闭门发开，有够凉，有够清清，日头我都袂热，都有风啊吹，真好。我当叫虫食去，翘去啊。所以心情的欢喜，心的忧伤。上帝讲到尾上帝讲一件代志哦。你看吼，你为一站闭门树欢喜，为一站闭门树捡虫食来受气。安尼敢对？到尾上帝会讲一件代志吼，伫即个黎明社内面有12万人吼，伊正手甲倒手，因拢毋知影吼。伊意思讲吼，因毋知影分别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，因为因无上帝伫因心内。上帝顾念12万人，但是伊却为了一丛无生看到无生命一丛树啊，安尼来无缘故生出来，无缘无故却通食去，了伊就无欢喜。是，何况因为树啊，拢会受气啊，对吧？嘿啊，因为伊迄个树啊，会有互伊享受过什物小情，真爽快吼，真爽快，真小情。就是人饲狗仔嘛会有感情啊，对吧？吼。对啊，伊为了即站闭门有感情，但是上帝为着12万人敢无感情？即12万人永远是上帝所创造的哦。嘿啊，有当时啊，像阮迄小朋友，我叫阮教4岁囡仔，伊拢讲吼，迄歹人着爱家己断好死，可能是看电影、看电视看伤济对无吼？他们讲，你要做啥物？讲要做军人，会当甲歹人断好死吼。所以咱囡仔拢会安尼想，对无吼？就是讲，咱是足侪人拢会感觉讲，歹人就是爱互伊接受。歹人死吼，歹人死。观众朋友，你感觉诶？若做一个曾经做毋着代志啊，对不起你诶人吼，还是歹人诶人，你感觉伊应该死吗？如果是我啦吼，
如果一个人逐工来阮兜，阮欺负，逐工就来阮兜物件拢好歹，啊，逐工看着阮就用就是来阮牵吼，我绝对要跑死。真正诶吼。因为对我无有好处嘛吼，这是人诶一个正常诶一个反应啦吼。但是伫咱诶新闻面讲，人袂使安尼哦吼，人是袂使安尼吼。对，其实咱无权利对无？无权利会当决定一个人是要死要活吼。咱来看啦吼，上帝眷顾以色列人吼，即个用啊是以色列人吼，也眷顾伊家己创造诶外邦人。以色列人是上帝诶选民，啊，虽然伫旧约内面咱有看到吼，上帝一直咧眷顾以色列人，但是伊犹原有眷顾即12万也上帝所创造诶外邦人哦，对吧？是叫啊，毋是敢若介意竞选诶人吼。旧约圣经是咧写犹太人诶历史啦吼，但是犹太人历史诶中间嘛有外邦人诶中间，吼，嘛有甲因共同诶生活但所以咱知影上帝犹原眷顾遮外邦人啦吼。是。来，咱第二吼，约拿会当勇敢向船顶诶遐个水手吼，遐个人讲见证上帝是真诶神，并且为家己所引起诶灾诶一寡患难负责吼，无过逃避伊拖入别人，就是伊拖别人是讲伊伫坐船顶起风涌，这人硬要死去啊！伊这是也是因为伊逃避耶和华上帝要走去一个所在，所以引起遮个风涌。因真勇敢的讲这代志是我引起的，所以伊无用来拖入别人，伊也因为安尼，上帝互因即个事件，互尊敬遮个人来认捌伊，这是另外一件代志啦，伊倒会当家己一个去生的所在，生活环境，无惊艰难，真正伊无爱但是伊去到离即个伊为海边行到尼尼微小一段时间，有可能会经过真侪无同款的事件，但是伊无惊艰难，去传达上帝福音。无简单啦吼，因为遐人可能拢是会杀人的，还是做做侪歹代志吼，嘛是会惊。有一寡毋是因犹太人啦，有可能一寡外邦人啦，一寡甲因无熟悉的人，有可能会拄着啥物风险啦吼。伫当时迄个时代，有可能会去拄着屎啦，拄着一寡你毋知的代志，遮代志吼。是。来，咱来看第三点吼。伊深知上帝的本性，会当向上帝坦白，来表达伊家己的情绪甲想法。伊啥物情绪？我歹去，伊是咧求怨的人，我为什么要将上帝福音传互伊？这是伊表达家己的想法啦吼。了后，伊去尼尼微城完成上帝的讲你爱去传福音互因了，伊想要因爱死啊，结果无死。有了上帝避办针闭门咱把这避办只通食了，伊嘛无欢喜，伊嘛互上帝求我讲我为什么你这一针闭门遮好，我遮超亲，即摆你要通我食了去，伊敢向上帝去讲伊心内的无欢喜，即个人伊心内无啥物规矩，嘛真正伊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。因为圣经内面讲，即个以色列人是真坦白，伊真愿意将家己的心内讲互伊所信的人知影即件代志。是。所以咱知影吼，有咱当时做遮代志吼，咱今仔无一定做会到哦，对吧？所以咱迄叫鱼吞的，这我就无法度。伊吼一点伊海上有风涌。伊得当你好好伫困吼，我看这我惊就惊死啊！而且伊佫叫人甲伊等落海里吼，我可能袂安尼，我应该袂叫人甲我等落海内面。系啊，就惊水诶嘿。伊对我都伊悔改了后，伊上帝继续任命伊去尼尼微城，伊有才调去做完成上帝交托伊诶任务。我相信伊嘛是非常诶无简单。如果换做我有可能有困难咯吼。系啊，真正诶吼，所以咱诶上帝其实会当
互咱讲真正的话吼，真正心内面的话，啊，毋免讲伊其实拢知影吼，所以毋免惊讲，上帝敢是做歹的，还是啥物啥物话袂当讲吼，其实拢会当甲伊讲对无？表达咱上真实的想法吼。啊来，咱的观众朋友讲，美秋讲什么？上帝自有方法。上帝有家己的方法啦，吼。嘿，是上帝有家己的方法吼，无论咱安怎走吼，其实人咱拄仔讲的吼，人啥物人敢会当赢过天？爱拼敢会赢吼？爱拼是毋是真正会赢吼？迄个我早细汉吼，捌看台湾这个布袋戏。嘿，你捌看过无？布袋戏我都爱的。哦，伊讲吼，迄阵有一个故事讲吼，有一只狗吼，啊，伫遐跳一万八千里，啊，跳到尾啊，跳伫个手内咧跳。哦，有一个故事你要听过啦吼。啊，所以吼，用咱安怎走拢伫上帝的手内面，走袂去。走袂去诶，其实安尼嘛做好诶吼，咱毋免赢过上帝啊，咱若有啥物困难需要吼，咱甲上帝讲，伊拢会帮助咱吼，安尼是做好会对吼。咱无需要去赢迄个创造天地、创造咱诶上帝吼。有咱诶为咱诶明辉讲爱拼，才会啥物？才会赢。无拼。对。嘛是，咱诶生活嘛是爱拼啦吼，但是咱要赢啥物人吼，会当想看卖啊诶吼。咱要赢吼，是要赢灵魂，对无？对，真正吼，咱爱牵魔鬼拼，对无吼？来宣战安尼，无毋对吼，爱为伊诶手中吼抢人转来哦。所以咱后礼拜呢咧继续讲另外一个人诶故事。伊是一个拍开啥物？福音诶，福音诶是好消息啦吼，是好消息。好消息，伊一个拍开好消息诶人吼，所以伊嘛是甲迄个外邦人讲福音诶人对无？吼，咱即阵约拿是讲旧约诶，甲外邦人传福音诶人吼，啊后礼拜要来讲新约，来当要看卖是啥物人哦，所以。后礼拜一AM 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空中再会。有人讲啊，有人讲老师不加讲厉害。好，所以多谢大家观众朋友，多谢老师，平安，祝福大家平安，拜拜。